家好，我是叶水美。今日要来带大家来跳有氧拉丁舞。今日的助教是来自美丽的谢祥义老师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彭玉玲老师。好，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暖身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哦。好，两只手往上提，然后合掌往上延伸。好，胸两个 U 片，好，延展。我们数8个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奏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好，向上延展。好，头看天花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。来，双脚打开。来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左边延伸。来，我们的臀部，来先左右律动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片。好，将你的手延伸到你的右边。好，加上臀部动作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完成。来，将双手打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由前面画一个圈，转到后面。好，U 数。好，往上延伸，转到后面。好，一样是一个8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一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肋骨。好，肋骨的线条。来，请向右边，膝盖微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来，手拿起来。好，在头上交叉放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？好，我们的手平举往后摆动。当你往后摆动的时候，脚掌要提，脚掌要捏起来。好，向后背。好，脚掌捏起来。好，向下来做哦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一次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双手往上延伸，再打开吐气。好，那暖身就都要得位。接下来要带本大家吉鲁巴的动作，动简单。来，大家来听下，向下做一遍哦。那做脚，好，做脚开始。点1度，点2度，点3度。好，第4度就回正。好，再用右脚开始。点1度，点2度，点3度，第4度回正。好，这个动作加上手部动作哈，点的时候，孙沙老师带起来。好，我们加大它的动作。1、2、3、4，回正。好，再弯右片，右脚开始哦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回正了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左脚前进。1加2。好，1加2，好，退后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做改动哈，你的拍子是1加2、3、4、5、
6、7，并脚。好，这是听一下的动作，改动啊哈，安尼做脚前进，1加2，推后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牙头前面呢点点点的动作，左边点右边点的动作，接到我们的后退点踏步开始哦。好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弯片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来做个前进，1加2，好，脊柱八动作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的1加2哈，1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来呢，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就要前进，好，脊柱八前进，左脚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开始扭扭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改抖哈，我们的左脚开始哦，喊西扑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退，2、3、4，扭扭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我们扭的方向还显向右片来扭哈，来改动哦哈。刚才我们7、8到这里，我们从左脚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退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。压下额头前面，好，基本高位开始，从我们的左脚点开始哦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回正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1加2，1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前进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好，退后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扭扭扭扭，好。那前面有搞过我们的好朋友们跳舞的时候会扭哈，我们最主要是扭下盘，所以手尽量保持好，跟我们的臀部要反方向，做我们的胸片上哦，胸片上的扭不出来哈。好，也从头都要的位哈，从点点开始，我们从左脚开始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，弯片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1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脚再前进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好，退后3、4。扭扭扭扭，好，非常好。也转移的方向，好，再来示范一道，好，本大家看它清楚。好，从左脚开始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再推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好，这个侧面的哈，因为要舞步它陡，从头再来
带太家空下的练习。好，再一次，我们的左脚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换边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1加2、3、4，轻松的5、6、7、8，在左脚1、2、3、4，一起扭扭扭扭，再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很好啊！这个是很棒的动作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左脚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1加2，这是加个哦，5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前进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很好，再退回来，1、2、3、4，扭扭扭扭，好，非常好。再跳改到侧面来本大家看哈。来，左脚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加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进3、4，扭扭扭扭，退后3、4，扭扭扭扭，很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听听音乐来思考呢。Tell me everything's alright. 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扭扭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扭扭3、4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向左边转，再来一次。好，1、2、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非常的好，大家跳到动好，好，当然要练习，才會進步。感謝大家。